世喺南極睇企鵝，仲以企鵝為例子，抱團取暖去激勵你。然而你正在喺國內加班，你可以共情嗎？對唔住，呢碗雞湯我實在飲唔落。最近俞敏洪老師喺南極給員工寫信，佢以為能夠激勵員工，但點知翻車啦。信裏面5次提到南極嘅風光，17次提到我。大家都喺度問，當員工為咗房貸車貸有一口飯食喺度拼命嘅時候，邊有心情去共情南極嘅風光啊？呢背後嘅翻車唔係一封信，而係一種過時嘅激勵邏輯。無獨有偶，最近我睇到一篇來自鳳凰網嘅文章，寫嘅就係杭州網紅大撤退下載嘅電商過剩嘅人。文章裏面寫盡了直播行業嘅現實，從幾年前嘅如火如荼景象，到現今嘅黎青國際樓人血流空嘅現象。頭部主播收入斷崖式下跌，新人時薪甚至被砍到30蚊以下。杭州每244個人裏面就有1個主播，淘汰率超過65%。有幾多人捱夜捱到身體垮掉，早已失聰，胃病纏身，退貨率卻高達80%。呢啲先至無數普通人，尤其係好多女仔正在拼殺嘅真實戰場。所以點解嗰封信會翻車？係因為今日嘅我哋已經清醒咗，我哋唔再係輕易咁仰望嗰個畫出嚟嘅大餅，我哋更加在乎嘅係自己碗裏頭嗰個實實在在嗰口飯。所有嘅女孩們，仲有正喺度睇視頻嘅你，或者我哋需要嘅從來冇係遠方嘅風景同埋空洞嘅鼓勵，我哋需要嘅係被看見嘅付出，係被公平嘅回報，係接地氣嘅獎勵，同埋一份能托住我哋生活嘅尊重。咁點算呢？將希望完全寄託於人哋嘅睇見同埋憐憫，唔係。真正嘅轉變係從渴望被給予轉向我要開始接佢。第一，停止幻想，放低嗰種對救世主式嘅老細嘅期待，認清職場本質係價值交換。第二，強大嘅內核，無論環境有幾捲，持續修煉邊個都攞冇走嘅專業技能同你嘅健康心態。第三，守護邊界，你嘅時間同埋健康冇係耗材，你要勇敢咁對無底線嘅索取說不。第四，投資自己，把精力投入到可以等你自己真正成長嘅事情之上，而冇係內耗喺無法改變嘅事情上。我諗佢真係好耐冇去作戰前線嘅，睇員工係點樣為咗細路仔可以學到有用嘅知識，為咗作廢，亦都為咗自己嘅飯碗可以保住。落課後仲要加班備課寫方案，但工資仲係嗰啲工資，咁佢哋又點可能去共情你喺南極睇到嘅風光呢？或者佢都應該睇睇目前外面嘅普通人打工一族加班一族嘅生活狀況到底係點樣嘅？佢哋冇再係仰望，亦都冇再食嗰一套大餅嘅餐，佢哋更加需要嘅係你可以睇到佢哋付出咗乜嘢，相應得到乜嘢，需要嘅係更實際、更接地氣嘅獎勵。呢個世界好喧囂，但你嘅力量比想象中更大。從今日起，停止仰望，開始自強。如果你都正在為咗生命拼盡全力，點個關注，我哋一起成長，成為嗰個為你自己遮風擋雨嘅人。